来看金门哦，一年一届大代志迎新丰，今年有18顶头500多人哦，甲新丰爷做伙出巡，现场是闹热滚滚，但嘛做伙来斗热闹。宁静后埔小镇伫这一湾街头巷尾拢闹热滚滚。金门上大社团天进堂今年自发性邀请18顶头差不多500多人组成庆贺摄影团，提早为社丰庆祝344周年暖身拍头阵，搁然后出发，大新避开各种会客时间。五岛迎社丰是金门重大宗教盛事，按过今年照以前的五公主亲子嘉年华，互不少家长嘅囡仔感觉真失望，所以摄影团也特别准备迷你版的五公主，互囡仔穿古装来体验，希望未来活音继续传承落去。因为都是只有天正堂2只狮子，一个鼓开始。继续延续了这几年，小朋友都长大了，很多人都回来帮忙，我们才把现在这个民俗阵头越弄越大。要过金门南西古装表演，南西第数公尺悬的古装顶悬，真溜达跳起搁跳落来，差着气氛，和平常看甲是目睭袂连长，也得到大家娱乐。每年到农历4月12日，真侪金门人拢会特别返故乡参加庆祝，感谢上兄对金门的保庇。五岛迎社丰已经和文化部列为国家重要的民俗活动，希望每年拢能延续在地人的感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